正统落里门圣母庙花火迎春系列活动，因为活动规划丰富又精彩，每一次举办拢吸引数十万游客前往参加体验编春牛、抢春牛以及放啊炮刺激趣味。除了以上同款高人气的活动规划，就是高空烟火秀以及无人机灯光秀等等，这拢是让国内外游客热情参加，一来再来原因。今年特别无同，就是讲咱的高空烟火比往年哦，佮再整珠哦，佮再比过去，而且高空烟火攀炮，拢总佮再较规模佮较大，包括佮加上咱500台的这无人机，要伫咱的圣母庙的空中要来表演。拜人吼，就有迄个抓春牛吼、抢春牛，啊放烟火、冲风炮，啊今年。佮有迄个高空迄个这个烟火秀以外，佮有无人机的这个表演吼，会使讲迄个路上的还有空中的表演节目拢有啦，啊佮有周边的美食吼，啊地方美食都有吼，啊非常这个无简单吼。看精彩刺激烟火，当然安全嘛要注意。庙方特别请来消防人员示范看放炮的正确清查，并提醒各种安全注意事项。安全帽全罩式的，那面罩。为了保护我们的软组织，就是我们的眼睛。那围巾主要也是怕我们的烟火掉进去我们的衣服里面啊，那要围巾。那我们的外套可以的话，尽量不要选排扣式的，因为排扣式会有洞。那我们尽量以拉链式的为主，那才不会进入衣服里面。那手套也要尽量包紧，不要让皮肤外露。那长裤是必备的啦，我们尽量以长裤为主。2025花火迎春系列活动，就伫咧2月8号这礼拜啦盛大登场。今年无人机灯光表演以科技结合宗教信仰，展现罗里门马的神威甲庇佑。高空烟火点亮暗暝，就参像是为全国民众点亮无限的希望甲祝福。记者张世维采访报道。